4000人爭做燒烤學徒，呢個內卷社會下嘅生存之道。大家好，唔好話而家後生仔唔捱得。你睇下湖南呢間燒烤學院，4000幾人報名，爭崩頭得30個位，0.75%嘅錄取率。激烈過考公務員，難入過大公司實習啊！有人話使唔使啊？燒烤都要讀個學位，但我就話呢啲正正就係現實。點解咁多人搶？因為大家都睇通咗一樣嘢，與其坐喺度等運到，不如學返一門手藝傍身。你話係咪好內卷？係啊，但呢種卷係大家對未來冇安全感，寧願自己紮馬步，好過等機會從天跌落嚟。你諗下，而家開間鋪頭搞飲食創業，邊有咁易？但係燒烤唔同，成本可控，技術夠落地，有江湖煙火氣就有生意做。呢間學院仲要教埋你燒烤史同店鋪管理，5800蚊學費，一個月就由白紙變到可以擺檔義賣，而且仲有大專或本科學歷攞返嚟。呢個投資對好多想轉行、想創業嘅普通人嚟講，係一條穩陣嘅出路。所以4000人爭30個位，表面係搶學位，實際上係搶緊一個可以掌握喺自己手上嘅機會。呢個社會係卷，但係卷嘅另一面就係大家終於明白，與其埋怨個市道差，不如練好把火候，烤出自己嘅一片天。最後我淨係想講一句，連燒烤都要開學院，證明咗識食重要，但係識煮烤更加重要。你話係咪？歡迎留言發表你意見，多謝大家。